歡迎收睇今日嘅 ATV 焦點，我係金玲。香港貨櫃碼頭罷工已經超過咗1個星期。作為全球第3繁忙嘅貨櫃港，香港正面臨住輸俾亞洲其他競爭對手嘅危險。多年嚟，香港一直都係全球最繁忙嘅貨櫃港，但係經歷過經濟衰退，加上嚟自上海、深圳等沿海城市嘅激烈競爭，香港貨櫃碼頭天之驕子地位不在。工人薪酬調升遠追唔到其他當旺行業，終於喺上個星期四，葵涌貨櫃碼頭爆發工潮。碼頭方面就表示，罷工已經帶嚟咗每日高達500萬港元嘅損失。高等法院更加喺4月1號晚發出臨時禁制令，禁止工人喺碼頭範圍內，但係仍然阻止唔到罷工。雖然早前碼頭相關嘅承包商就同意俾工人加薪5%，但係同工人要求嘅日薪增加20%有距離，職工盟就認為加幅過低。而琴日下晝喺勞工處協調下勞資談判，亦都因未能同場會面而告吹。其實無論係為咗勞資雙方，定係社會整體利益，呢一場工潮都應該盡早解決。唔知對於呢一點，資深傳媒人唐文又點樣睇呢？一齊嚟聽一聽。今日個話題係工潮糾紛，政府不宜過分介入。葵涌貨櫃碼頭工潮已經持續1個星期，仲未見有解決嘅跡象。勞資雙方都喺度企穩各自嘅立場。法院雖然已經接受資方嘅申請，發出中期禁制令，禁止示威者喺碼頭區內逗留，但罷工工人就搬到碼頭區外繼續集會，而且仲遊行到禮賓府，要求政府勞工處介入。局勢反而好似喺度加劇。打工仔覺得薪酬太低，發起罷工要求加薪，咁好正常。老闆認為經營成本太高，拒絕加薪或者盡量降低工人要求嘅加薪幅度，並且要求工人復工，咁都好正常。法院為咗平衡勞資雙方利益，維持作為私人地方嘅碼頭營運，而依法頒發禁制令，咁好正常。一啲政黨、工會同埋學生團體到場聲援工人爭取權益，雖然令到工潮染上若干政治色彩，但亦都係司空見慣嘅事，咁亦都好正常。唯一似乎唔正常嘅係，勞方要求政府向資方施加壓力，為自己一方爭取利益，咁未免有違資本主義嘅原則。喺資本主義世界，工潮嘅本質係經濟活動，工人嘅薪酬係勞動市場嘅供求關係決定㗎。政府除咗按社會嘅實際情況制定最低工資標準，並且保證實行呢個法定標準之外，並冇干預勞資雙方契約內容嘅權利。即使去介入解決工潮，佢嘅能力亦都係非常有限㗎。當然，政府可以參與斡旋，亦都可以喺某種程度上扮演仲裁嘅角色，但前提係得到勞資雙方嘅同意同埋授權。既然按照法律，罷工係工人嘅權利，拒絕加薪亦都係老闆嘅權利，政府就唔能夠使用權力嚟剝奪佢哋任何一方嘅權利。工潮嘅解決只能夠由勞資雙方自己談判嚟實現。工潮最後解決嘅結果係點，取決於談判雙方各自手中籌碼嘅多寡，同埋博弈技巧嘅高低，而唔係政府企喺邊一邊。如果政府能夠利用手中嘅權力嚟擺平某一方，咁香港就唔係基本法所規定嘅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啦。當然亦都唔係港人視為核心價值嘅自由社會啦。就業職位向成本較低嘅地區流動係人類社會嘅通則。物流業係香港嘅支柱產業，曾經有過輝煌時期。如果而家由於經濟環境嘅變化或者自身競爭力嘅下降而遭遇困難，從業者無論老闆同埋僱員，難免都會受到經濟打擊。支持物流產業，政府嘅主要責任唔係為勞資雙方作中間人嚟解決工潮，而係制定新政策嚟提高產業嘅競爭力，或者為薪酬難以養家活口嘅工人提供職業訓練，令佢哋實現職業轉型，增加收入。政府應該扮演咩角色呢？星島日報就提出，防止碼頭工潮波及民生秩序。政府除咗居中斡旋，仲要部署好應對措施，防範民生同埋公共秩序受到影響。文匯報就提出，碼頭工人原為爭取加薪，但由於激進政治組織嘅參與同埋影響，令到工潮變質為政治活動，衝擊咗香港嘅經濟同法治。
唐文喺文章中亦都明確指出，工潮糾紛政府唔適宜過分介入，政府嘅主要責任應該係制定新政策，提供職業培訓，以提高產業嘅競爭力。對於唐文嘅觀點，你點睇呢？歡迎登錄我哋節目嘅網站，發表你哋嘅意見。4月3號，我哋播出咗名為《佔領中環做通識教材大可商榷》嘅節目，針對部分媒體指出嘅教材內容偏頗一事，我哋喺節目播出之後聯絡咗教協嘅相關負責人，得到嘅回應係教協網上登出嘅教材內容並不是最終版本，教協成員仲需要不斷嘅修改，使之不斷完善。唔知討論區嘅網民對呢次節目又有啲咩評論呢？有網友講，佔領中環一直受到輿論嘅批評，教協中一名骨幹理事雖然自己以個人身份參與佔領中環行動，但就編製咗有關運動嘅通識教材，透過支持教協理念嘅教師，將一個鼓吹教唆泛化嘅行動做成教材，去教授只有10幾歲、心智尚未成熟嘅學生。呢一種唔尊重法治嘅洗腦行為十分可怕。仲有啲網民講，呢個超級洗腦行動最恐怖、最可怕。所謂教授枉為人師表，處處灌輸不必要嘅行為，令心智未成熟嘅學生更添怨恨。原來學校鼓吹暴戾，怪不得今日嘅青年殺父母亦都毫不手軟。今後嘅香港肯定永無寧日，越來越多暴力事件。多謝網友嘅意見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再見。